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说过的，可以随时来找你喝酒。怎么以前不来？那现在来难道不行吗？你想怎样？我想和禅银沙再打一场。这事儿啊，我刚投了他1000万，虽然数额不大，但我现在只想赚回。所以你就炒作，靠损毁我的形象来博得关注、点击。你别扣帽子，做生意管什么形象？一个普通学生学了几个月国术，就真觉得是大师了，还带伤上阵挑战强敌，这不也是给你打广告？你还怪我？哎，对了，说正经的吧，伤好了，正好你也应该复出了。咱们签个约，我办搏击会邀请你参加，你继续当你的武术大师，配合导演组当个搏击明星。配合导演组？对，像电视剧里播的那样，点到为止。打假拳？也不算假，比赛有输有赢，别在意就好。我一定要来真的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赢回我的东西，打他们的脸。打谁的脸？没问题，能帮我赚钱，我也让你打，好吗？嚯，你不要脸？你说的那叫面儿，这个叫脸。脸随便打不丢人，面儿在银行卡上，数额越大越有面儿，那个丢不了。咱们呀要的不一样，不想跟你多说，资本的世界你不懂，小弟弟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，我要跟他打，你到底能不能安排？我只要这个。你觉得这有商量吗？安排有我什么好处？你能找回良心。你最好从我家滚出去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啊，你不会真以为只要付出就有回报吧？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，跟姐姐我讲良心，你还早着呢。你一定会回来求我的，姐在这等你啊，臭弟弟。喂，是我已经按你说的去做了。对，那个唐子晨的徒弟王超，他终于认真起来了。